世界万行台，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黄平仁。今仔日来到这个所在叫做鲜花，无毋对，但是鲜花有一个真著名的所在，世界有名哦，叫做亚洲蔬菜中心，以早叫做亚蔬，即马叫做世界蔬菜中心的总部。那这个所在，五花十色的人拢有。联合国在台湾真具体之美，会当看到咱台湾伫世界的位置。咱对农业的保证，咱对农业的这个帮赞在哪里？今仔日好好来看亚蔬。咱今日来亚蔬呢，其实呢，这内面吼，华语咧叫做卧虎藏龙啊，真侪牛人啦。你来看，宰客啊，宰客啊，在遮偌久？17档。宰客啊，你的工作主要是咧创啥物？我是咧用遮像示范园的整理啦，佮规个中心的迄个环境的整理和管理安尼啊。讲的是啊，真客气啦。其实哦。采购就是咧管这啦，这个吼就是咯，整源安怎互伊中台吼，互伊顺势，会当吼来看的人拢知影讲，这是阮国的。这过去有一个计划吼，叫做啥物？什么转来？经济转来后头厝，这个是为较早因为20-30档前，阮有留纸，啊，叫迄个国家迄个甚至已经无纸啊，阮生产起来，搁互因等去，啊，互因搁。继续个当个传落安尼。啊，有甘心无？哦，来，再个你甲咱看，这头前这个是啥物物件？哦，这 okra， 这是。咱台湾人讲味豆，还是镰豆？镰豆啦。嘿嘿。镰豆就是秋葵啦，吼。嘿，秋葵。嘿，啊，这是倒一个？这马来西亚。马来西亚的吼，这黄色的哦，生起是黄色的。我估啦，统称拢一般拢会讲做黄秋葵。黄秋葵，是统称是安尼啊。是，啊，事实上是生起是青的啦。嘿，青的，啊，即摆像阮咧画甲坑，我要收籽，就拢打去啊。哦，挑工要收籽的才好打去啊。哎，这个是咱用要做经济转后头厝的，所以摘落来看，啊，个等要收籽，啥物花安尼好看。哦，是。嘿，这拢咱台湾的，这阮咧前时咧互看讲你有开花啊，啥物，这北葱啊，啊，含这韭菜啊。哦，所以葱啊，还有北葱啊，有是做红葱头啊无？啊，这是你若一直甲刮，啊，伊就一直生。其实他们家工作吼，人咧华语咧讲啊，这个多是虫鱼鸟目咧吼，加班真济哦。我来这嘛学足济啊。哦，你是甲咱讲，这是啥物机器？哦，这个机器哦，其实是伊的名叫做自动化表情侦测系统。自动化表情侦测系统，嘿，啊是要创啥？你叮当咧，哎呦，叮当嘿，伊这天车吼会带着这2组扫描器伫咧园内底叮当，啊，这2组扫描器有一个名叫做植物的目睭，哦，所以这2粒目睭呢，每一工就是伫咧植物的顶头呢，安尼甲扫过，扫过了后，伊就会知影讲，这个栽啊差不多偌悬，叶仔的大小，啊，佮超偌济叶啊。啊，叶仔的角度，安尼数据都拢有啊。哦，是要看伊个生做安怎啊气候甲伊之间的这个关系。对。啊，扫入去电脑内面，这是大数据。嘿，这都是大数据对。哦，真正有科学呢。哦，啊，这是种啥物？咱这是咧种大同啊，今年吼，咱有特别一个品系啊，吼，做一个大同啊的奶酪的实验。这全部的大同啊，敢若大同啊，佮有200个品系，啊，做3个中大同啊200。嘿，啊，佮有番仔叫40几种，嘿，拢总做3个中好，敢若遮哦，佮扫差不多7-8千丛的迄种栽啊，啊，伊会当帮阮扫了咯。3000丛啦，3000丛啦，足济啊！我哋万钱啊，丛去啊。对，所以伊就是帮阮扫了讲好，扫了讲对一丛较水，啊形较水，啊较大丛，啊会当奶酪的品系，我们较摕这个品系落去做药种。哦，刚刚选举比赛安尼哦，有选水的比赛，选水比赛安尼哦，所以这了拢是大同啊。大同啊，后边还有番仔姜。
啊，迄边有番仔姜。嘿，今年的主题就是做番仔姜甲大同啊。哦，所以逐年你拢选无共款的，无共款的这个物件来做。无一定是番仔姜啊，嘛有可能是啥物绿豆啊，还是芹菜啊，就是蔬菜中心嘛，啥物菜拢做啊。有做过味豆啦，味豆腌水做水的，哦，味豆也有啊。嘿，这捌做过腌水的试验，规个园拢腌起来，安尼，腌超5公分。啊，看会食水会耐水会耐性。水，对，看到一个品种会耐水耐性较好安尼。所以其实咱伫县化这区这个所在是，我较看吼，有热带的，也有亚热带的，吼，什么品种都有呢，吼。拢有。因为我有中原裤啊，有中原裤吼，中原裤伫个，所以这你搁甲讲，咱这机械，咱会当小甲看者。好啊。哦，这看起来足高困面的，毋是伊惊歹去，就是我歹去。唔通哪弄着，唔知上口有几搭咯。一定是伊啊！哦，你是呢？伊迄是镭射的扫描器啊，伊拢总伊内底有4种光谱，绿光、红光、蓝光，啊个近红外光。安尼所以除了拄则我讲的迄大细，会当测量，伊其实色彩嘛会用测量，因为知影伊这是倒一层较青，倒一层较黄。所以植物会健康状况啊，还是讲植物是毋是开始老化，伊拢会当甲咱讲安尼。哎呀，伫数据顶看到一直爬起来，袂上水的，啊，一直爬起佫落落来，佫较无遐尼水，无遐尼来热。哦，嘛知影讲我是健康无健康。哦，伊会扫着你，伊会讲即层较变黄色的。伊会来你扫去，啊，这个白色的，这层是啥物？哈？这是啥物？这毋是知啊，这毋是知啊，这是这个系统需要的一个物件，叫做巴扣啦。伊爱知影，因为咱遮尔侪层，伊要来知影讲即层是倒一层，所以咱就是爱互伊一个号码，互伊知影讲啊，即层是啥物品种。哦，这顶头号码啊，就包扣，伊是咧等于身份证啦。啊，这身份证啦，这133就即层，啊就即载安尼。对。哇，真正人捌足多呢，哦，这荷兰来的机械，哦，啊顶头个风车伫的呢，哦，迄干了，迄干胶啊，干胶啊，哎呀，咱像安尼袂通用网丝啊，挖网起来，所以咱用干胶啊。我逐当来这时吼，软的这时拢收买物件，毋是我真正长无发起来，我长有发起来，啊，毋过是胶我拢痛去，啊，我较紧收。这番薯啊，伊也敢食？互因做爱食好无？愈细粒，啊，朝天的迄愈爱食。愈咸的愈爱食。愈爱食，愈细粒的愈爱食。啊，胶啊唔敢咸哦。胶无伊无辣的感觉啊。啊，无怪我唔惊咸。伊嘛知影行景吼，较悬营养的，伊迄维他命 C 啥物拢较悬，嘿啊。无怪我爱食咸椒啊。关键比如你知影是安怎无？因为我名字内面一个偏字啊，椒啊，嘛是椒啊，爱食咸啦。哦，这感谢两位来甲咱介绍，哇，这真正伫阿苏哦，遮侪秘密着。感谢。阮淡江吼已经做42个在地品种，包含民国70年开始，阮个做绿豆、大豆、毛豆，啊来个有山东白啊。啊来开始吼，柑仔蜜大家拢做爱的嘛，迄个时阵是爱乌奇啊嘛。阮刚开始时阵像是刚开始是对金源找一寡加工的柑仔蜜，啊来就是开始做乌奇啊柑仔蜜。迄个时阵阮做名一个陈正式研究员，伊个是专门做这个品种。啊做了了，大家又感觉迄种乌奇啊吼，佫无够代表有无？大家爱想要较起看，所以大家就爱这柑仔蜜。所以今仔柑仔蜜咯，这个品种哦，做新的品种出来，咱个做18个在地，差不多这10几年来，咱个开始做番仔姜的品种，台东的品种，啊，佫有青花啊，啊，佫有金瓜，这大家拢知影做名。啊，咱的工课就是来药种就是啦，像金丸遐个品种摕来遮，像这 Pinot Space 咱来种起来，咱感觉有趣味的。小块较耐热，啊是像迄较空白，咱给它做19，搞起来了后，咱是毋是搞出咱在地一个品种，还佫搞好在地改良着。所以咱合作的时阵像豆啊类的迄时阵，就拢交台南改良着合作。啊像我番仔姜，就种着交花莲改良着合作。啊，互人去撒在地的品种，撒出来了就是迄个在地农民拢会当种安尼。咱遮吼，就是敢若一个山房。这也是安怎讲一个山房呢？这就是咧配种，咱请着汉克，伊专门咧配种哦。来，你甲咱讲，咱即摆咧配什么种？咧杂交什么种？哦，阮即摆就是用即批材料是阮番仔姜啊，交大同啊。注意哦，番仔姜甲大同啊，迄两个要甲杂交哦。吼，
啊，阮即间网室哦，阮主要是用来做迄个病害接诊的所在。啊，即个病叫青菇病。哦，青菇病哦。嘿，青菇病。哦，迄上高缺的物件呢，足麻烦的。啊，即要安怎用？啊，一般来讲哦，咱青菇病伫大东啊，伊顶悬伊无即个抗体，阮伫迄个番仔姜顶悬有，所以阮两个甲交做伙，想讲甲迄个番仔姜伊的抗体会当转过大东啊内底入去。哦，这意思就是讲，本地大东啊拢无即个抗即个青菇病的即个抗体，但是番姜顶头拢有。对。所以甲即个爸爸甲妈妈，哦，即个爸爸是大东啊。妈妈是大东啊，妈妈是大东啊，爸爸是番仔姜，爸爸是番仔姜，啊，两个食到了，啊，这是囝，对，哦，这是囝，吼，啊，看起来咧，啊，即摆看起来敢有效？有哦，你来看，你看这是阮的迄个，大东啊，啊，你来看，即摆就连连，因为我差不多2礼拜进前就接诊啊，啊，接了你看2礼拜，你看随连去，啊，伊这筋啊。拢迄个烂基进去，啊！你看遮，啊，这个看起来哦，做勇健，灵的，规脏迄个，哦，这根系真发达呢吼。啊，迄个你看伊的迄个筋拢无病害，啊，伊的脏嘛无连连。哦，这个配种食到较厉害啦。哦，所以咱咧做这个，咱这种种的研究，咱这道内面叫啥物名？这叫抗病药症。抗病药症，这嘛是咱阿叔上重要的对之一的工作嘛。对，这嘛是我主要我负责的工作。你负责的工作，啊，拢是做大东啊吗？阮就是主要，因为我是伫迄个阿叔番仔姜做，啊，阮有做大东啊，啊嘛有做番仔姜。哦，所以啊，对遮来培育起来吼。对。啊，这是咱头一摆做呢，还是讲，那譬如讲，咱这摊来做好，就是当。开始互外界的人来运用，还是讲袂使，爱差不多经过2-3冬了后，有稳定了后，才会当来做。哦，主持人你内行的，这差不多，因为阮一开始这可能10到第2代尔，啊，阮搁爱差不多3-4冬后，啊，阮有检出伊迄个结果水的品种，啊，伊嘛有共款有迄个抗病的能力，啊了，较会当互咱农民做使用。哦。就是爱互伊安摊几地落去了，感觉讲，这数的袂歹哦。啊，就是愈来愈顺。哦，互伊愈来愈顺。所以有当是你的意思是讲，这头一代、第2代出来，有当是生做无亲像大东啊。伊有的是可能大丛细丛，啊，各大粒细粒，啊，伊抗病能力嘛无啥相共。啊了，交几啊代了，就愈来愈顺。啊，凡说经纪公司会当去做因的药证的材料，啊，农民嘛会当直接起来在里园底。这无遐简单的吼，这头一代出来，第2代出来，有当是生做敢若环境啊，啊，敢若大东啊，啊，有可能哦。对。哦，所以咧，恁的工作也无简单的。谢谢。啊，所吼，在这环境啊做，就是咧这个抗病药证这个药证的所在。对，哦，抗病药证。咱来遮为着要抗病、求健康啊来热，你看，虽然我汗流遮高，但是在遮抗病佮来热，咱这柯文哲咱的助理研究员吼，来你甲咱讲，你是算做啥物组？甘仔蜜组。甘仔蜜啦吼，咱甘仔蜜吼，咱这你甲头仔甲我讲，这我头听到就头昏去。有一组3个是做抗病。哦，这3个是耐热的吼，这三盆啦吼，抗病是5、6，对，嘿。啊，这抗病甲耐热是毋是上好？会当抗病，佫会当耐热？嘿，就是安尼，所以阮即马就是想要甲迄耐热导入到迄个抗病内底。可以送一栋房的意思啦吼。对。啊，送一栋房了后是倒位咧？哦，咱来看这3盆。这3盆。嘿，这10号就是这2盆的囡仔，就是伊的10到第1代。这爸爸妈妈啦。对。啊，这后生啦，吼。嘿，对。啊，这看起来安尼敢有成功？
安尼看起来，你看伊的生长势是比伊的成本搁较好啊。你讲华语叫做生长势，吼，就是伊的生长的细面的细，吼，对生长细，对，看起来较好，是安尼挺挺安尼。嘿，哦，所以我这外行的会当安尼看吗？买当啊。哦，啊，你若除了看这生长细，还佫有咧看啥物？看伊其实阮做内底上重要的就是，在热天的时阵会使结果，有物件通好收。哦，嘿，所以热天的时阵有物件通好收，这上重要。对，这上重要。哦，所以若即摆来到观察，即摆差不多7月，嘿，啊，看伊差不多，咱即摆柑仔味差不多花开花到结籽，啊，到会当采收差不多偌久的时间？即摆较热啊，所以差不多2个月到2个月半开始会当。暑假结束，看有通好来食。嘿，对。哦，你掠出来阿叔，刚才咧食蔬菜，我甲你讲，爱扣经济啦。对啦对啦。这个一项伊吼，你做想要训练，爱安尼紧，毋是爱用无用滴啊，爱用手咧。哇！哎，用手了对。这啊，较细啊，粒的这就爱紧起。哦，较细粒的。嘿。阿姐啊。咱要做籽的吼，这小细粒。这伤细粒的啊，袂使。啊，要等倒去。等遮。等遮吼。啊，那啥物叫做好的？你甲咱看者好无？啊好，这就是较好啊。较好，啊较歹的是有气角。有乌乌。这。乌这。啊有花有哦。袂使。气角啊。啊，佫小细粒。敢若草花豆安尼吼。啊，这种子扣起来了后，伊要创啥物？上后尾牵锁起来吗？还是去？要做籽的，要做种。要做种吼，啊，就去冰库内面啦。嘿，对。哦，塑胶，这粒算会使啊，袂使？袂使。袂使吼，憋去啊。嘿，啊，这小花乌安尼也袂使。哦，安尼哦。啊，这啊。这合温的。这嘛是袂使。哦，这种合温的，这绿豆，啊，迄边是啥物？我来看迄边。辣椒。这咸椒啊？嘿。咸椒仔籽哦。嘿，这辣椒是经济，这已经几啊冬啊哦。这几啊冬啊，意思就是讲。嘿。已经收起来，成立几啊冬。哦，咱这组番椒啊，已经几啊冬。但是阿姊啊，我人讲你这上久呢？嘿，我62年6月就来啊。62年6月。亚叔6月4月成立嘛，亚叔62年4月成立。嘿。然后我高中毕业6月就来啊。元老呢？哇，失敬！哇，元老。啊，你自头就开始就番椒仔做吗？本来伫高州。哦，本来伫高州。伫高州，啊，伫高州移到徽州去，然后辣椒树成立，甲过来种。哦，塑胶。啊，咱这边啊，这是啥物物件？这是辣椒的种子。哦，所以你啊对这套起来了，啊来看。嘿。啊，看这有变屁的就袂使啊。嘿，上歹的就。上歹的扣起来。啊，这用这。用这就去用这地写伊号码，写号码去。哦，啊号码编码了后，哎呦，这做代志要足认真的呢吼。这个刷布哎，看好了。哦，这。对，然后我今日挑种子。哦，安尼。这乌的这就是无好的。哦，哇，这嘛爱真视力爱真好呢。我看落去拖汤去。坚固目睭就足好啊。坚固目睭就好啊！哦，所以阿姐啊，你无像我，爱用焊镜。唔免哦。唔免嘛。哇，阿姐啊厉害呢！你高中毕业就来到这。哇，我安尼成就，跟我找个变会所呢。从等下呢，我做老人呢。我嘛不是安老啊。我60岁。你60几岁啊？我影看袂出来啦。哇，咱这阿叔的效力呢，祖亲的效力呢，金瓜子吼。金瓜子啊，这就是拍，爱甲剪开。这拍的啦，吼。迄歹的，哦。这拍就是安尼，这内底无面。这是手工的啦，吼，这个，吼，这无去啦，吼。阿姐，你来这偌久啊？我来这20年。20年啊，吼。啊，做了有趣味无？袂歹啊。有啦，有趣味。做了有趣味吼。敢若咧园的作业，啊，佫有某种程度，啊，佫会当啊，咧熟悉足侪人吼。对。咱这五花十色的人足侪咯。哦。
啊，就是咧遮拢做5工尔，过来要返去困。所以呢，咱小等哦，要来看经济哦，上低爱到几度？10度、5度以下啦，5度以下啦。啊，佫有佫较冷冻的，咱小等到底来看经济的冷冻。总共赚5万外好的经济伫遮。阮是家选来讲吼，因为若讲伫一寡天然灾害在过了后，遮的蔬菜是阮选来讲吼，伊是会当短时间会当展开，会当有收成的。阮要种回阮的原生蔬菜，毋是一直种迄个商业，阮嘛是就有很大空间可以发挥。世界蔬菜中心下一个50年其实会更辉煌。来，咱来到这个经济的冰库，先读一下英文啊。Seeds, the first and the most essential link in the vegetable value chain that leads to improve 要改善什么健康啊，甲收入。嘿，改善健康甲收入，来问咱张研究员啦吼，张正环研究员来，你来遮，你甲咱讲吼。嘿，我首先一个问题。这4字这个英文字，大家较定看到，但是还佫一个英文字叫做 germplasm， 这2字有啥无共款germplasm 呢，我拢读做精原，啊，甲通常的讲法呢，就是甲经济共款。哦，其实是共款。嘿，是共款的物件。啊，一个叫精原，翻译叫做精原。对。哦，因为我看这英语写做吼 ，plain germplasm is any living tissue， 就是讲。甚至不管你是经济还是经济的某一个部位，这个 tissue 哦，对这个新的这个物种开始会当生长的物件，拢叫做 germplasm。对，无唔对。哦，所以精原是定义较广、较宽，就是包括讲迄个类似像组织培养的物件，阮嘛会当叫做精原。啊，也是讲咱用插话。吼，像迄个番薯叶啊，咱用插话嘛会当合作精原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哦。啊，毋过阮会当保存的是用经济来保存，会当保存啦较久。较好。对。哦，今日中知识呢，吼，咱就入来入船来看卖。对。5度C呢，吼，咱遮的经济你甲看吼，1972年到2019年已经送出了691178个产品了，吼，送去到204个国家，啊，甲其他的区域，哇，这个辐射出去，这样贡献真大。但是拢伫倒位呢？咱请哦，一番研究员来甲咱看，这到底是什么经济？有青有红的，有啥物？好，我即摆就甲你介绍咱的绿豆，咱普通看这有乌的。对，咱普通看到的绿豆呢，拢是青色的，啊，毋过伫阮遮呢，会当看到足侪款无共款色地的绿豆，有咖啡色的、黑色的，啊，搁有这绿豆，这嘛是绿豆，吼，人可以看啊，还有红色的，你甲看，黄色的，赤土色的安尼吼，对。哦，这拢世界各国的各国品种啦，来自世界各国，差不多100外个国家的经济。所以咱就互通有无啦，银行就是这个意思啦吼。Seed bank， 这刚刚这门卡口遮侪豆安尼。嘿，因为呢，阮有足侪钱呢，还袂还息，差不多有9000外号的经济还袂还息，所以呢，阮就甲经纪公司，也是甲公部门的单位呢来合作。互因去发款嘛？甲阮合作吼。所以这拢是合作的单位啦。就是阮有一寡还袂还息的钱呢，互因还息。啊，还一了呢，就是一部分送转来互阮，啊一部分因会当留做因的迄个精原。哦，这吼，这拢是甲阮合作的单位。这我特别吼替这个研究员来澄清者，咱这毋是咧替伊做广告，咱头有读到吼，就是 Health and Trust in Action， 就是讲大家互相会当信赖，爱合作，爱有行动。或者经济会当传出去，会当了解讲啊，我种出来到底是安怎？吼，会当来行动，啊，才有这最后的结果啦。对，吼，这是真正咱人类合作的这个由源啦。对，吼，咱即摆来冷冻库来看卖。好，5度的。
好。咱这叫做 sea drying， 这是砍树吗？这是阮的打色室，就是阮的经纪呢也收倒来。头一步了呢，嘿，阮会甲伊放伫打色室，就甲伊砍索好较大咧。伊的温度呢是控制伫18度。18度。嘿，对，伊的温度控制伫18度，伊的相对湿度是伫10%左右。10%。嘿，对。阮呢会甲这的籽呢放伫遮，放差不多1个月至2个月时间，互伊。爱悄悄的无？唔免，因为伊的风会安尼吹，所以伊家己会慢慢甲伊的湿度、伊的籽的水温吸收掉。但是爱控制按是淡薄仔湿度伫个。对。是安怎都袂当完全干燥起来。完全干燥起来话，伊的经济会活性变歹。活性变歹去。所以呢，阮拢会差不多1个月到2个月了呢，伊的籽的水温含量到4%到7%的时阵呢，我会再用阿鲁米的袋啊，甲伊包起来。还可以阿鲁米的袋啊？嘿，我有阿鲁米的袋啊，咱去内底当看做阿鲁米的袋啊。好，咱来看看。好。这真正电角呢，好会冷呢。头拄仔朴树甲咱讲哦。这2栋啊，冷冻库其实外交部甲咱关注的啦，吼。中期的、长期的，甲中期的吼。中期啦，吼，只20年至50年是中期的吼。个中期的，搁较长的，会当几年？50加100年。50年甲100年。对。哦，这是中期的啦，吼。这20年至50年啊。咱就来看卖。哇，拢阿鲁米呢？哦，是挑底有一个这个清芳味，还是安怎？特殊的气味呢？哦，这个呢是阮的中期冷冻吼，伊的温度呢是伫5度。5度。经济呢放伫遮呢，当放20担甲50担拢袂歹去。咱会当看到讲。伊的特产拢有编号，搁有籽的号码。阮会甲即个编号甲籽的号码呢，放入去阮的电脑的资料库内底。阮的工作人员若要摕籽的时阵，就当足紧就摕到这包籽。嘛袂叮当去啦，吼。对，嘛袂叮当去。所以一种种籽差不多爱有差不多量爱跑偌济。一盒咧，阮拢会包20包伫遮，因为遮主要就是讲要提供哦申请的人，一包咧，阮拢会差不多包50粒，甲25粒，甲50粒。哦，所以一种啊，爱20包啦。嘿，对。一包头25粒至50粒。是。嘿，对，较大粒的籽，比如讲像肉豆，阮就包25粒，像大豆还是绿豆，阮会包50粒。这个籽呢，主要就是讲有要申请的人来使用。若库存无够，搁来补安尼。嘿，库存无够的时阵呢，阮会搁翻新，搁来甲伊补落来。是。这总共放5万外盒的经济伫遮。那行哪哩？咱若过起来好无？会当过起来袂？你会当过啊？还要较过起来好无？过袂起来呢？一个。安尼吼。哦，对遮啦，吼。安尼会当迄个新迄个空间。新空间。对。它刷档啦，吼。对。哦，所以咧起一这冷冻库有简单的吼。这是20年、25至50年哦。对，会当放20年到50年，经济拢袂歹去。咱阿叔到单已经50年啊呢。对。若50年迄长期的，咱敢有经济伫？有，咱都有月份经济伫长期的遐，咱即摆来看卖咧。好冷啊！
静涵，你看，我咧穿这个 park， 这是准备要来这几度？零下20度。零下20度，啊，我唔敢入去，就是咱就惊。像要去北极共款。对啊，但事实上哦，咱也袂当凊彩入去啊。对，因为阮呢，长期的冷冻库的进境呢，基本上呢，阮袂去动，袂去甲叮当，除非讲阮长期的冷冻库无去啊，阮才会对长期的冷冻库的纸给伊摕出来，搁翻洗一摆。所以这是只进不出啊。对。所以伫遮这温度20度，湿度咧。湿度阮无控制湿度，因为咧，阮的经济呢，拢用阿鲁米的袋啊，甲封起来，所以伊的水分呢，拢袂搁走入去。袂搁走去。对。咱来讲吼，他再补一个，就是讲，对遮会当来到遮，拢经过考试，拢夜环湿度，爱经过80%以上，才会当进步来到遮。对，阮要甲经济包起来之前呢，阮拢会测伊的活力，就是讲伊的发芽的比例呢，会超过80%，阮才会甲伊包。100粒啊有80粒活落来啦。对，100粒有80粒会当活落来的话，阮才会当甲伊包起来，放大中期搁长期的冷冻库。因为伊的温度呢是控制伫零下20度，所以呢，这经济呢会当伫即个长期的冷冻库呢，放50冬到100冬拢袂歹去。是，这是为咱台湾哦留着希望，为世界留着希望啊。是。这个真介绍，这静涵哦来甲咱介绍咱这个中期甲长期的这个冷冻库，对着，以及哦，咱整个整源中心的大概，感谢。好，感谢。咱即马要来堂危机啊，重危机啊！来，咱的 wireless 吼，咱这负责人吼，你甲咱讲，咱这个呢弯弯翘翘，这路是要创啥？你个袂输加一个迷宫吼，安尼内底的虫也是无细伊，互走出来，伊较袂一困仔走去外。伊路边，伊唔知伊拢照本能咧行动咧，所以一飞就一飞，伊袂安尼细较济哩，所以伊较无容易就走去外口。迄一种安全的设施。所以还有这种美感的。这内面呢？这内面就是咱主要做温室试验的所在。咱看到架做几啊间吼，每一间内底温度甲湿度拢是会当控制。所以我有无同的目的，我会用咧无同的温室内底来完成这个试验。比如讲，这间我甲设20度，隔壁间我用甲设25度，安尼我会当比较出无同的温度对昆虫有啥物款的影响。咱来通好来找一间来看卖，看是安怎来培养这个虫。好，嘿嘿嘿，来看安尼培养虫呢。哎呦，这间冷冷呢。这就是我讲的，阮爱提供伊适合的环境，所以这温度是这个虫伊所需要，伊介意。这个虫不需要好命呢。吹冷气吹了比咱较舒适。吹比咱较舒适呢。即摆咧培养什么虫？这是迄个番茄浅旋蛾。柑仔蜜呢？这台语我唔知安怎翻。番茄柑仔蜜嘛，对，柑仔蜜，伊这个虫伊就是就食伫咧咱叶仔内面，所以你看迄叶仔人食甲空心袂像一阵膜安尼。一尾虫体伫呢。对，这就是前一阵仔伫台湾真大流行就是对外口。你讲华语安怎讲？潜旋蛾。潜那个潜水的潜。潜，旋转的旋。蛾，鸭，伊就是入侵种啦。台湾本来无这啦，你只？对，一只伫顶面，伊就是已经造出。伊拢秘伫迄个叶仔内面啊，一片安尼，才都变大只呢。伊平常时秘伫内底，你叶仔嘛歹洗，伊叶仔砍掉的，伊喷无啥会着。我敢若蘸水感的蘸水安尼蘸落去安尼。足好味啊！叫潜旋蛾哦。咱的海棠嘛是拢足巧的。有的米叶啊，有的个嫩。阿姨即摆咧种啥物？我算糖。你咧算糖哦？嘿，看伊内底几只，叶内底有几只。我才会看讲你那咧字，迄个阮咧做营销的人，咱们路口咧字到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就是咧算糖浆。嘿，看几只糖就食嘿。哇，有即种的哦。
啊，所以就等于遮内面糖就是甲淡入去。嘿。啊，再来算讲啊，伊这几工，这温度、湿度啊，安怎再来算安尼？对，啊，伊这每一个帐篷内底可能会当设计无共的设计，比如讲我无共的感觉蜜的品种，哦，啊看伊是毋是较介意这种的，还是较介意另外迄种，啊，咱用个数量来做一个比较安尼。哦，所以安尼才会知影知己知彼啦，吼，才会知影这见性敌人啦。对对。啊，而且要食糖哦，咱要治糖，就要先饲糖啊。哦，也有这种的哦。安尼较稳定啊，因为咱有固定的来源的糖，啊，较免逐遍都爱出去掠，啊掠着无得甲农民自过药啊，所以咱掠着的糖无一定拢是会活落来。咱要做试验，不一定是健康的糖。对，咱要做试验就结果就较无遐尔稳定。哦，感谢，哇，真大开眼界，新眼界啊！互你一个新眼界，看糖的新世界。咱阿叔吼，还佫一个使命，就爱甲咱头前所培育的，已经做了好好的，会当长大成人的，毋是长大成才的所在，啊，推广出去。对，哦，你做你的使命就是咧做这嘛，对，阮就是想讲，你若讲你煮一点好菜，但是你要卖出去，还是你讲种一缸的菜，但是要卖出去对，所以阮就是准是一个窗口，吼，啊，甲阮的中心所做的一寡结果成果来甲伊摕出来。是。啊，咱徛喺这区，这个叫做啥物菜？按这区你做菜的，等是园内底一区的救灾的经济区。你讲啥？救灾的哦。嘿，救灾。哦，这种蔬菜是咧救灾上好的，对了，意思是安尼。阮是甲伊选来讲吼，因为若讲是一寡天然灾害在过了后，啊，这的蔬菜是阮选来讲吼，伊是会当短时间会当剪开，啊，会当有收成的。短时间剪开，短时间采收。嘿，啊，较无病虫害。啊，佮有营养的哦，所以咱咧北水灾了后，咱嘛有用这寡救灾蔬菜，是咱家己的国人，咱的部落内面有咧用。迄个时阵开始咧做这救灾经济包，啊，所以阮有甲一寡台湾一寡迄个世界展望会吼，啊一寡迄个非营利机构来甲因讲，阮有这个经济包，啊看有要做救灾来使用无，啊所以后来是世界展望会有甲阮联络，啊所以阮的经济包咧。当然嘛，毋是讲有这种6种菜拢有入去啦，嘿，迄当时是看什么菜有经济有够，阮就包迄种的。哦，迄阵是落咧做这种工课嘿，对。哇，这我看这大叶，这敢若红姜菜是吗？对，互你做内行，这红姜菜，但是因为阮遮顶时即种是为孟加拉来，所以伊遐较大模咧，较大本，而且是尾期也无个卤水，阮以早捌种过迄个。叶我吼，那成了一个面汤遮大，看面汤啊大。对，我种过迄种，有遮大只，而且你孟加拉因拢吃不熟，有点盐水嘛吼，所以伊这个红姜菜是足适合伊当耐淹水、天然灾害了。反正天灾地变是这真好看生啦。对啦，你逐工来办，爱个烤一个生，烤一个生。对啊，啊个这个做营养啊。我希望愈侪人来用阮的物件。安尼，阮会当去甲阮的世界的赞助的单位甲阮甲因讲，阮做的代志，这嘛真重要呢哈。对，因为台湾哦，行向全世界的客人阿叔呢。无啦，这个严重了，但是我们尽量我们按尽量来做，我尽量来做，每56个会员国安尼，51个公司拢来咱家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想呀，想呀，对不对？咱讲熟悉的这部分是对，感谢。哦，来个阿叔，当然爱食蔬菜啦。哦，这个有这个干嘛？哦，大众啊，味道，这像准备的，那有一根不完，那你家己自我介绍一下，快点。我是研究助理吴婉珍，我伫。你在要偌久？30档。30档，我讲这真正都要出业，在来遮工作啊。啊，这碗是啥物？苋菜根，鸡肉苋菜根。鸡肉丝、苋菜根。哇，虽然我中昼食饱饱，但是一定要试看卖，唔是为了节目的效果。那好食哦。咱准备这，甲你这个单有啥物地带？阮是迄种健康。健康膳食。对。就是这 healthy diet。对。
恁这个单位专门咧做这研究，讲这个菜什么营养，譬如讲这个味道。 有足悬的纤维，纤维，对，纤维，有纤维伫的。哦，啊，每一项恁拢甲做网站顶头来看。对。譬如讲这就是阮的香菜。阿妈咱哦，你香菜。咱食足济香菜。就是这啦。系啦。就是这。啊，你来，互咱看卖，这大致偌少是啥物营养伫？差不多30种的营养素。成分伫？系对，都有迄种植化素。 小等，什么叫做植化素？就是咱食的有包括迄种花青素，啊个类黄酮啊、多酚，这拢是植化素。哦，所以唔那是维他命啊，无。观众朋友注意哦，维他命是叫做维他命，但是若讲做植化素内面有维他命，佮加，比如讲，啊若贝塔卡罗汀这种物件咧。迄个维生素，迄就是植化素的一部分，一种。对，一种。啊，像迄个花青素嘛是。对。所以恁这单位嘛，落来煮食互别人吗？无，阮有甲食谱放在网中，网站顶头。顶管。网站顶头有哦，这菜谱真济呢。真济。一品香酥鲜虾饼，哦，啊个老干妈哦，哦，啊龟醋，你来当学这鸭皮来做菜。 在这个阿叔内面做这个健康的推广、健康膳食，拢伫遮，哇，这有影好食，哦，完全感谢你哦。对，嘿，咱这健康膳食，拢伫阿叔。哎，咱遮吼真荣幸，虽然啊你看到，1973年至2023年，阿叔一家已经变成世界所在中心啦。在遮呢，咱的副主任林颜杨博士，副主任你好。你好。另外，咱的元老级的人物，咱的 George， 咱的郭博士哈，郭中杰，郭博士你好。有多少？首先哦，我应该请这个顾问来给咱小解一下，咱阿叔当初时建立的这历史真侪人讲啊，这是不是跟这个美元有关？还是讲跟这冷战的这结构有关，还是讲安怎？事实上是啥物？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全世界有普遍的这个粮食缺陷的这个问题，真侪伫这个开发中国家有产生一个饥荒的问题，或者是讲枵餓的问题，所以。 伫美国迄个时阵，到1960年的初代，美国的两个私人基金会，一个叫做 Ford Foundation， 一个叫做 Rockefeller Foundation。因这个两个基金会来推动这个，迄个时代叫做绿色革命。因要来透过这个小麦、玉米去 稻米，这个研究来提高这个产量，少些的这个提高，并无法度完全来对咱人的这个身躯健康唔是讲完全有帮助啦。所以伊有提议甲这东亚几个国家提议，是毋是咱来设一个这个蔬菜的这方面的研究机构？ 因为蔬菜本身基本上蔬菜本身有真侪这个微量的这个营养素，即包括维他命、矿物质纤维，以及这个抗氧化的物质，这对咱身躯真有大的帮助。伊加这个物件，这蔬菜一旦配合这主食。 对咱人的健康有真大的帮助，因为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因提议之后，当然后这个国家讨论了，伊有构成这个考察团，考察团要选看什么所在来设立这个蔬菜研究机构，主要是东南亚国家啦，甲东亚国家去考察8个国家，8个国家，伊最后的建议是讲可能。 台湾来设立这个
蔬菜研究结果是上适当的。我有基本上有4个真大的理由。头一个就是讲，咱台湾这个气候，迄个范围真宽，有迄个山地的这个温带气候，还有平地的这个亚热带的气候，这对于咱这个蔬菜的生产，也是讲研究有真大的帮忙啦。第二个迄个因素就是讲，咱台湾本身有种植百种的蔬菜，本地就有咧种。呀，本地就有咧种，白市的这个消费蔬菜的这个量是比一般国家较悬。较悬一点。OK， 所以这是一个对研究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有利的因素。第三个重要因素就是讲。有真好的这个基础建设，这个迄个流通的服务啊，这方面温商啦，这温商，这是对研究这是真重要。过迄个是当时台湾有真侪这个优秀的迄个科技人才，这是第三个真大的因素。第四个因素就是讲，迄当时的政府，台湾政府因有真有意愿，讲要来支持，真积极要来参与这支持这个国际的农业机构。伫遐，所以因都伫1971年选了遮侪年才选到哦。对，因为这个整个这个过程，会使讲是真久啦。我要请教副主任吼，副主任，我知影你的迄个专函吼，顶头去写伙伴关系，这伙伴关系是什么意思啊？是你的职能当中，还有一个伙伴关系，是上甲你是 partnerships， 你必须要重视的这个工作内面，是不是这个部分？就是安尼讲吼，伙伴关系，每一个人拢嘛是阮的伙伴。阮多吃蔬菜，叫每一个人讲菜。研究单位、私人种子公司、育苗场，这一些都要成立一个很好的伙伴关系。我们才有办法去推这些蔬菜。他贵国文讲的，有这个意思。所以其实咱也知影讲，一个蔬菜有可能是一个当地的文化的中心，或者是讲一部分，必须着因的文化会当传承、流传落去，真重要的因素。对啊，还无唔对。所以真侪伙伴关系，拢是这推动这个食蔬菜。最重要的这个元素之一。是啊，阮是讲阮的研究，毋是物件毋是放伫遮，要互大家拢会使食。所以讲，这个研究是每一个人会当享受。所以讲，阮甲大家拢嘛是伙伴，你嘛是共款啊。你来采访我们，甲阮的这个宗旨，互足侪人知。安尼嘛是共款，你嘛是阮的伙伴对。对啊，我中昼食咱阿叔的这个自助餐哦，我嘛是变做伙伴关系，嘛有加食蔬菜啦。郭博士想要一个问题要来请教吼，在阿叔虽然中央退休的休困，佫转来到阿叔吼，你看到阿叔呢一路演进变化，但至到你佫即摆咧做顾问吼，你也要准备要写一本。册在这个50档，你个人要献给阿叔什么话语，还是讲要让咱观众朋友知影讲，用真简单的方式来理解阿叔。阿叔伊咧做的这个这个咱都咧讲，就讲你都早起可能你有冇看这个检验啊，这个问题，还是讲你有冇看去这个？品种的改良，这是爱国继续去努力的迄个所在。较重要就是讲，可能毋是干那即马阿叔咧研究是较侪拢是针对这个产量的改进，就讲品种的改进，也是迄个产量这方面的改进。但是可能咱还有个另外一个想法，就是讲要安怎来。除了透过这个蔬菜来改变咱这个食物食物的系统来体系，会当来配合整个这个食物的体系，唔是讲干那唔是讲干那讲想办法。你种会使，安尼量产安尼。这唔是安尼了，就是变讲要安怎整个
这体系会改进。副主任，你讲原生蔬菜？蔬菜啊，即摆就是讲，阮食高丽菜啊，食青菜啊，食小白菜迄种的食伤济啦。阮讲，阮阿公阿嬷迄时阵食的足济菜拢胖去啊，嘛原住民足济好的青菜嘛是胖去啊。气候变迁，有时阵即种的青菜较适应阮家的环境气候，所以阮即马嘛是伫遐讲，阮要种回阮的原生蔬菜，毋是一直种迄个商业大食。阮是世界蔬菜中心，所以阮伫非洲也是收很多，尤其是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，阮开始伫遐。嘿，有一个工作站吼。对，是台湾政府外交部农委会赞助，阮伫遐开始做史瓦蒂尼的原生蔬菜，嘛是伫遐推广原生蔬菜就有应用就重要安尼，无大家拢嘛食安尼，较无营养，毋是无营养，迄个白色的青菜有无？对，系啊。所以有足侪工课，阮会使做，阮嘛是就有很大空间可以发挥。下一个50年其实会更辉煌。感谢，谢谢。世界蔬菜中心过去叫做阿苏，但是呢，今啊要来行向全世界，人有4大基干。4大基干呢，所是什么4大基干？就是像4大目标啦。第一个就是讲多样性，另外呢，佫来讲，而且安全 sustainable， 而且价值链，过去的原生的植物爱互佮咧复育起来。第三，因为这2项代志，会致使互你更较有健康的现实。健康的现实呢，唔通讲一直食主食，爱食这个微量元素。第四，当然是 enabling impact， 就是在生活各个方面会较增强着，因为你食着这个蔬菜，增强你文化方面会 resiliable， 你会强韧，你会当更加明白着你的文化，会当互你更较健康。哇，你甲看，敢若食一个蔬菜，那会遮复杂啊！所以呢，你会记一句话 ：Remember, eat more vegetables。加食一寡蔬菜，对你健康有益，对你整个族群也有益，也是。世界万人台拢伫咱台湾新港台。